警方有查到国内有一间宫庙宫主涉嫌透过放荡来含宗教活动吸收权益含退役军人，那叫因穿军服廿5车旗的旗啊，佮翕这导航影片，那准交出这军事机密呢，相关会当领到15万块。检方调查了后，依照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嫌，甲这10个人提起公诉。那准有军人身份的，拢建议法院就要甲因判重刑。坐在警备车顶悬几下的嫌犯衣架，去变做中国的间谍，尤其内面个军人涉嫌替中国在做代志。中国找到国军来斗3工，牵线的人就是伊，30多岁姓李的查某人，伫新北市的泸州这个宫庙做宫主，有帮派背景，去对方做宗教的交流，涉嫌互中国的情报单位吸收，当来台湾了后渗透咱的国军。平常伊本来是袂歹啊，伊甲出面头尾真好爽啊。伊也袂讲作大牌啊，是啥啊？伫厝边的眼内有好印象，这细丽的强主所发现讲，靠宗教活动找现役还是退役的军人，嘛用放大的机会去诱士官兵。警方调查，军方有9个人互吸收，是包括陆海空军，军界内面上悬的有够中位。宗教活动的时候，就会吸收到我们这些的信徒。那这些信徒如果他有一个相关的军事背景的时候，他们就会主动去接触，请他再跟他现役的一个军中同袍做接触，再用这个金钱来去利诱他们。经过检方侦办，落尾是认定有8个军人涉案，现役的占5个，照涉犯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含贪污罪罪嫌起诉，向法院来求处重刑。高检大骂这个人，敢若因为个人的利益，就出卖国家含人民，毋但是穿军衫、摕5星旗、翕导航的心战影片，佮交付军事航线图这机密文件，用这去换上悬15万的报酬。近年来侦办的共谍案，大多都是官兵主动检举。未来也会持续去严密的稽核资讯保密，发挥保防跟侦防的能量。专案内容逼出来，就是宜兰基层员警过去是调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连署案，意外去捉出来案外案。这摆阁是第一件警方查到的中国间谍案。只是最近中国间谍案是一直出现，面对中国一直想要来渗透，安怎有效来防范，已经是需要随处理的部分，避免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记者综合报道。